唔生細路，老咗點算好？呢個問題暴露咗你對養老認知嘅3個致命漏洞。第一個漏洞就係將生仔同養老當成咗一種利益交換，養一個細路使過百萬，晚年可以收翻幾多？10分1都未必有，呢筆數冇人敢包生仔。一個細路從出世養大到讀書20-30年時間，你付出嘅金錢同心血遠遠多過晚年得到嘅照顧。而且而家嘅後生仔面對咁大嘅工作壓力同生活負擔，佢哋嘅主要任務應該係追尋自己嘅人生目標同快樂，而唔係做父母嘅養老工具。如果生仔就係為咗養老，其實係對細路嘅責任綁架，同時忽略咗親子關係嘅核心，應該係愛同陪伴，而唔係利益交換。更重要嘅係，當你抱住養兒防老嘅心態去生仔，你個仔好大機會會感覺到你對佢嘅愛係有條件嘅。咁樣到你老咗之後，你都好難得到個仔毫無保留嘅真心同關心。第二個漏洞就係默認咗唔生仔就等於冇人理。我唔否認有仔女可以提升晚年生活質素，但養老嘅關鍵從來都唔係有冇仔女，而係有冇呢3樣重要嘢。第一，穩定嘅經濟基礎，只要好好規劃你嘅積蓄或者養老保險，就可以為晚年生活提供物質保障。其實慳翻養仔嘅錢已經夠養老嘅。第二，健康嘅身體，後生嗰陣堅持做運動，作息定時，年紀大咗少啲病痛，呢個先係養老嘅重點。如果身體唔好，就算仔女服侍你到100歲，都只係長痛啫。第三，可靠嘅社會支援。而家嘅社區養老、專業養老機構等等模式都不斷完善緊，將來只會更加好。如果身邊有幾個靠得住嘅朋友，或者加入一啲丁克群組，都可以為你嘅晚年提供情感支持同幫手網絡。養老真正嘅支撐點，從來都唔係血緣關係，而係呢3條支柱：現金流、健康力、社會網絡。第3個漏洞就係用未知嘅憂慮綁架咗而家嘅選擇。養老問題係個個都要面對嘅，而唔係丁克人士先有嘅難題。就算生咗仔，你都好難保證個仔有能力、有時間、有心機去照顧你晚年生活。例如，仔女可能喺好遠嘅地方打工，又或者自己都搞唔掂，冇能力養父母，甚至有啲家庭親子關係唔係咁好。呢啲喺現實中都係好常見嘅情況。調翻轉講，如果你為咗應付幾十年後未知嘅憂慮而放棄而家嘅人生選擇，反而會令自己陷入為養老而活嘅被動狀態。講白啲，難道我哋生存就係為咗養老？點解我哋成世都要活喺養老嘅恐懼裏面？真正理性嘅心態應該係活好而家，做好準備，而唔係用未知嘅驚慌去剝奪而家嘅自由。將晚年交俾自己係風險管理，交俾人哋係風險賭博。生仔定唔生仔，其實就係一種人生選擇。兩種選擇冇話邊個好啲，關鍵在於你可唔可以為自己嘅選擇負責。唔生仔嘅人並唔係逃避養老，而係選擇用自己嘅方式去保障晚年生活。呢種選擇嘅核心就係將人生嘅主動權揸喺自己手裏，而唔係將晚年嘅幸福寄託喺人哋身上。